使徒行传第5章27节到32节。27节，因带使徒入来，互因徛伫议会面前。大祭司就甲因审问，讲：阮有严严禁止恁毋通奉即个名教示人，恁颠倒将即个道理传遍耶路撒冷，想要将留即个人的血的责任归互阮。彼得甲其他的使徒应讲：阮着顺服上帝，毋是顺服人。恁甲伊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，咱祖先的上帝有互伊搁活。即位耶稣，上帝高举伊坐伫家己的正边，做首领，做救主，通互以色列人悔改，罪得到赦免。阮是遮个代志的见证人。上帝赐互顺服伊的人的圣神，嘛为着遮个代志做证人。